伫咧宜兰大溪昨暗7点外，有一只轿车经过大溪路时，连续弄到3只奥多摆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3个人受伤。一个驾驶有互人领到97-0，详细事故原因也搁来调查。 机车严重变形，车的零件落到轨道卡。宜兰县大溪乡初六暗时7点外发生死亡车祸，一台黑色轿车经过大溪路，驶伫基慢车道，先弄一台机车，造成技师甲乘客擦伤。黑色轿车继续驶伫基慢车道，30秒了后，伫头前500公尺路口，搁弄2台日单红灯的机车。 应该是2台机车停在这边，就像现在这样等红灯，然后那台汽车肇事机车就从后面直接追撞，砰蹦一个，然后就喷那么远，一台机车的骑士闪过了哈，那另外一台可能死亡的那个骑士哈，就整个喷到那边去。 机幕车体也算完整停好伫路边，不过另外一台红色机车零件碎片落伫路口，多买来菜色也拢伫涂骹，两叶脆糊糊，现场如苍苍。事故造成1人死亡，3人受伤。47岁肇事的姓李驾驶表示，迄时阵无看到头前有机车，因为那边有个红绿灯嘛，然后就算你今天不是左转或右转，他还是在那边停的。哦。 所以你那时候过来的时候没有看到，就整个撞下去，这样子，对。姓李驾驶迄时阵载2个住伫大溪朋友等去，伫路发生车祸97-0，详细事故原因，爱国等警方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